嗱，我將每一個年份嘅尾數配上12生肖，分成10組，每次講一組，佢哋嘅馬年運程，嗱，俾各位參考，就當呢個係一個運程嘅錦囊。1958年嘅屬狗，嗱，你哋好可能退咗休，亦可能揸緊的士，好命嘅就做咗老闆老細。不過喺24年嗰陣時，有冇受到衝擊？嗱，人人不同啦。如果你仍然做緊生意或者揸住啲物業，唔知點算好，我就勸你早歸田園，小本投資，唔好再咁大野心。如果你哋對自己嘅眼光有信心，係可以衝入去，但係就不宜久留啦。1968年嘅屬猴，嗱，唔係所有屬猴嘅都犯煞嘅，你哋就好似有神功護體咁。就算有麻煩，只要順其自然，唔好心煩意亂，一定可以搞得掂嘅。嗱，俾個 tips 你哋，如果你哋要合作，最好揾年份3字尾嘅人；如果你係女士，最好就係揾男士合作。當然，能唔能夠持久，就真係要睇你哋嘅命啦。1978年嘅屬馬，嗱，就算你哋平時唔係快手快腳嘅馬，喺呢個馬年呢，你哋就要識得跟貼啲、勤快啲。但係呢，我冇叫你哋一馬當先啦，我只係叫你哋跟隊，千祈唔好懶醒。嗱，除非老細叫到，打死都唔好認叻啊！除非你哋係稀有嘅高山馬，咁就唔同啦。咁啊，祝福你有個伯樂啊！1988年嘅屬龍，喺5種龍裏邊呢，最能夠入定嘅就係你哋，但係會唔會定個頭呢？定係懶？只有你哋自己先知嘅，因為香港文化呢，將屬龍嘅人睇高一線，所以你哋就會好自然咁飄飄然。喺呢個馬年，當所有人都向前衝嘅時候，你就認為不動如山。係嘅，你有可能啱。不過要睇你做邊行啦。1998年屬虎，你哋屬於山頭虎，理論上講專業講領域嘅。如果你哋真係呢啲專業人士，咁就真係恭喜你哋啦。如果你哋嘅山頭只不過係自大認叻，咁我都無謂得罪你哋啦。相反，如果你覺得自己係隻落咗平陽嘅虎，咁我就請你放心。如果你能夠謙虛自省，當你去過大江南北之後，就會揾到自己嘅山頭。2008年嘅屬鼠，如果你哋正在求學，而且有意去深造，就證明咗你哋背後嘅家山有福。相對如果有一啲已經決定出嚟跑江湖，你哋就要考慮去尋找一啲另類途徑，唔好去做啲大路嘅工作啊！尤其喺呢個馬年呢，你想做71都唔容易啊！最好嘅折衷方法呢，就係半工讀，讀翻一啲技能專業，以後就唔會輸俾大形勢。